項羽一生最諷刺嘅唔係敗仗，而係佢去到烏江邊，後面有追兵，前面有船有路，只要佢行前多一步啊，就有機會翻身。但係佢偏偏咧就冇上船咯，反而咧就係拔劍自刎。點解一個打足8年仗從未輸過嘅人會喺呢一刻放棄呢？今集咧我就想借住烏江自刎去探討一件事：怒火係點樣喺不知不覺間咧燒走項羽嘅後路，亦都想借住呢件事去映照翻我哋自己，由幾時開始因為一啖氣將本來可以行嘅路親手封死。呢個 channel 啦，主要就係圍繞住人性同埋各種心理機制去探討啊！有興趣觀眾咧都可以訂閱支持啊！要明白項羽點樣走到呢一步呢，我哋就要將鏡頭拉翻去更早之前，去到亂世嘅起點。喺秦始皇死嘅時候，太子扶蘇並唔喺咸陽，而係喺北方嘅邊防，所以繼承唔可能即刻完成嘅。死訊如果公開咗，名分仍然都係太子身上，但係咸陽呢一定會出現一個短暫嘅權力空窗期，啲詔令點出，啲兵點調，官點樣安置，都要有人即刻拍板噶嘛。咁但係問題係秦朝冇一套清楚嘅臨時代行機制，掌控中樞嘅近臣今日為咗維持運作而落嘅每一道命令啊，日後都可能會被追究成越權啦、假借皇命，甚至成為新君立威清算嘅刀口。咁如果你唔落命令，嗱咁就係辦事不力啦。簡單講啦，呢個就係做又死，唔做又死嘅局面。於是呢班近臣就選擇咗一種最自保嘅做法，先下手為強。佢哋隱瞞死訊，偽造詔令，逼原本應該繼位嘅太子自盡，改立一個冇軍權又容易控制嘅新皇帝，等政權可以繼續握喺自己手入邊。朝廷發生咁大件事，好快就令到啲地方官同埋將領察覺到唔對路喎。咁大多數人唔會即刻反台嘅，佢哋就會命令照聽，不過做慢啲，兵糧先扣起一部分，留翻條後路俾自己。再加上新皇帝上台之後刑罰更加嚴，右翼就更加重啦，民怨一路累積。陳勝吳廣起事雖然好快俾人鎮壓，但係信號已經出咗啦。只要有人喺呢個時候敢起個頭，就會有人肯跟你。由嗰一刻開始各方勢力就各自盤算，亂世正式開場。項羽就喺秦末亂局嗰陣俾人推上前台啊，楚地起兵反秦國，項羽就跟住佢叔父項梁上陣。佢就靠幾場硬仗打出名聲。亂世講嘅就係呢種即時嘅效果啊！你夠狠夠敢衝嘅，就有人肯聽你支笛。項羽就係咁樣由前線嘅猛將變成楚軍嘅核心。不過真正令天下都記住佢嘅第一場大戲就係巨鹿之戰。當時秦軍主力圍住呢個巨鹿城，各路嘅反秦勢力都到齊啦，但係冇人敢出手先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楚軍係正規軍嚟噶嘛，佢哋有補給有指揮，所以大部分人都係駐紮觀望住先。但係項羽就睇得好清楚，再拖落去巨鹿一失守楚軍就可以逐個擊破，到時候成個反秦嘅聯盟都即刻散晒。所以佢喺過河第一時間就係整沉啲船啦，整爛嗰啲煮食嘅工具，只係留低3日糧啫。佢想傳遞嘅信息好清楚，今日唔贏就大家一齊等死。結果就係楚軍士氣俾人推到頂點，硬生生打穿咗秦軍嘅防線。項羽就係咁樣一戰封神。呢一場靠斷後路換翻嚟嘅勝利塑造咗項羽之後嘅行事模式。佢開始深信一點就係只要夠狠、夠震懾人心，咩都搞得掂。喺個短時間嘅戰場上呢一種方式確實係有效嘅。咁但係啦，當局勢由打一場仗變成點樣接管天下、點樣處理人心，需要嘅就唔止係力量，而係克制、判斷同埋對長期後果嘅理解。而呢一啲正正就係項羽最唔擅長嘅地方。秦軍瓦解咗之後項羽第一個要面對嘅唔係點樣分天下，而係要先處理20幾萬已經投降嘅秦軍。佢就擔心人數太多，將來你哋可能會作反，所以最後佢揀咗個最狠嘅方法，大規模處決。呢一下就令到楚軍上下即刻靜晒，冇人再敢質疑佢。不過一班諸侯盟友就開始擔心自己會唔會好似啲秦軍咁樣，因為項羽一個念頭就無啦啦俾人清算呢，所以佢哋開始凡事都留一手。呢一步正正就係項羽日後俾人孤立嘅起點。去到第二個關鍵位就係入咗咸陽之後嘅選擇。項羽入城之後殺咗秦王子嬰，燒宮室，再將喺咸城入邊積存多年嘅物資帶翻去楚地彭城一帶。
當時咧，其實有人勸佢留喺關中嘅，因為地形易守，糧倉又集中，又近中原。你只要肯留低去整頓翻個軍隊，建立一個制度，其實就等於咧係直接去接受呢個秦朝最完整嘅統治中樞。咁但係項羽咧一向嘅處事作風就係唯我獨尊嘅，佢唔係好聽意見，咁就冇揀咗呢一條路行，反而咧就係翻去可以即時見到掌聲同埋服從嘅地方。呢個決定咧，其實都好人性化嘅。你打完硬仗，梗係想即刻證明勝利係屬於自己㗎啦，而唔係咧坐低去處理一啲繁瑣嘅治理。佢靠咧威勢同埋豪氣打贏咗場戰爭，但係就冇耐性去接住呢一個勝利。咁結果咧就係留低咗聲勢，冇留低根基。呢件事就係為日後嘅失控埋低咗一個伏線啊！去到第3個轉捩點就係鴻門宴啦。當時咧，劉邦先入關中，聲勢咧突然上升。咁項羽知道梗係火燒心啦。呢一場宴咧，表面上係飲下酒，大家聚下舊嘅啫。咁但係實際上咧，其實係一次清算嘅機會。要唔要喺呢一度一次過解決啲對手呢？雖然有人多次勸項羽落手，甚至安排刺殺，但係佢最後咧都放走咗劉邦。其實呢度咧睇到項羽內心一個矛盾嘅，佢好勝重面子，怒而不肯低頭。佢想贏，但係又要用一個自己認可嘅方式咧去贏。佢一次次咧咁樣用憤怒同埋自尊咧去代替理性嘅判斷，結果就係應該狠嘅時候佢留手，應該要冷靜嘅時候佢就衝動行事。去到後期嘅楚漢相爭，其實已經唔係講緊邊個打得更加勁啊，而係邊個嘅系統更加襟用。項羽一向都係靠威勢同埋震懾去管人嘅，佢打贏仗嘅時候，啲諸侯梗係會黐埋過嚟啦。但係當你連番失利、氣勢一弱嘅時候，呢班人就會開始轉態。劉邦嗰邊咧就啱啱相反，佢係肯分工、肯封賞嘅，佢亦都唔會要求人人都要真心咁樣忠誠於佢嘅，佢就會用官位啦、利益、地盤將唔同嘅勢力咧綁成一張網啊！就算其中一邊嘅人輸咗咧，其他分支仲頂得住。所以時間一長，楚軍開始出現一個典型嘅消耗戰症狀啊，就係補給線俾人切斷，兵源同埋糧草越嚟越近。項羽由以前追住人打噶嘛，跟住變成咧要四面救火。今日前線缺糧，你要急住揾糧去頂住；聽日某個地盤俾人偷襲，你要分兵去救。轉頭又收到消息話有盟友咧開始縮沙唔肯出兵，咁你又要趕到現場去鎮住個場面。正正咧就係呢種長期嘅拉鋸，大家都打仗打到攰啦。咁項羽同劉邦咧就選擇議和，以鴻溝分天下。喺議和期間咧，項羽實質可以用到嘅人同埋資源咧係越嚟越少嘅。咁但係劉邦就相反，佢喺停火期間趁機補給重整兵力，同時咧繼續拉人入局。去到呢個位啊，劉邦對於守唔守協議嘅考慮咧就變得好現實啦。因為當強弱差距拉到足夠大嘅時候，協議咧就已經唔再係約束啊，而係一張可以隨時撕爛嘅紙。結果喺一追一逼之下啦，項羽就被逼一路後撤，最終咧就退到垓下。呢一場最後嘅決戰就係發生喺垓下。當時項羽兵少糧盡，俾劉邦嘅項軍咧圍困住。最致命嘅唔係刀槍先啊，而係心理戰。項軍專登咧唱起楚歌，用楚地嘅口音咧成晚就圍住咁樣唱。史書咧就用四面楚歌嚟形容。呢班楚國嘅士兵聽到樂曲就思念家鄉，無心戀戰。項羽呢個時候帶住一班殘兵啊，殺出一條血路，一路突圍一路退。去到東城咧，身邊剩翻28騎，再衝到烏江，亭長咧早就準備好船啦。佢同項羽講，只要過江，江東咧仲有救報，有糧有地，足夠你重新集兵再起。山路咧就喺腳邊，真係一步之差。但係項羽咧冇上船，唔係兵力唔係形勢嘅問題，而係佢冇顏面去見江東嘅父老。由鴻門宴去到烏江自刎，其實都係同一條線。順風嘅時候，項羽用威勢推進；逆風嘅時候，又唔容許自己退一步。眼前明明有路有船，但佢心入邊咧已經認定自己係冇資格上去。唔係江水攔住佢，而係佢一路以嚟用強硬同埋怒火去處世，將回頭嘅機會咧睇成係一種羞辱。如果用憤怒去串聯佢嘅一生，會睇得好清楚。一開始憤怒係動力，令到佢敢去冒險，敢去破釜沉舟。去到中段咧，憤怒就變成佢慣用嘅工具啦。局面有咩風吹草動，佢第一個反應咧唔係去諗點樣穩住人心，而係用威嚇去壓住個場。去到後段，嗰團火已經同自尊咧黐埋一齊啦，變成一個死結。
佢開始唔係諗點樣生存落去啊，而係諗點樣可以有面子咁樣收場。漢語嘅故事之所以刺痛咧，係因為佢反映咗我哋一個好常見嘅處世習慣。一嬲起嚟，我哋就會用最決絕嘅方式去處理問題。其實烏江唔一定喺戰場，可能咧喺你嘅生活入邊，職場上有人咧俾上司講咗一句，你呢份嘢唔係好掂，嗰團怒火咧一衝出嚟咧就諗住辭職噶啦，而唔係坐低講清楚。喺感情入邊，可能你嘅另一半做咗啲唔合乎你期待嘅事，你就用冷淡、封鎖、失蹤咧去回應對方。你唔係想去修補，你只係想令對方都感受到你嘅痛。咁結果小事變大事，大家都落唔到台。佛家講嘅貪嗔痴入邊嘅嗔咧，就係我哋心入邊嗰團火啦。之前咧我都做咗3集係關於貪嗔痴嘅，如果你想深入了解，你可以聽翻啦。當嗔心一上嚟，人好容易咧就視野收窄。本來咧仲有得傾嘅事，突然變成咧非贏即輸，結果你嘅人際機會同埋你積落嚟嘅福報咧，都俾自己嘅情緒拆散晒。漢語咧就係咁嘅例子啊，佢唔係冇本事，但係易怒咧就成為佢嘅致命弱點。忠言聽唔入耳，處理人同埋城咧偏向用威嚇同埋報復，最後走到烏江邊，唔單止係兵敗，更加係佢多年嚟喜怒無度一步步推出嚟嘅結果嚟嘅。喺漢語身上，我哋要學嘅唔係變到冇脾氣，而係當怒火升起嚟嗰刻，你會唔會停低問自己：我依家係想處理問題，定係想贏翻啖氣？烏江唔係盡頭，船一直都喺度。真正決定你會唔會上船嘅，係你肯唔肯放過自己一次。中意呢集內容啊，歡迎訂閱支持啦，留言同埋俾個 like。